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叫做精神猛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全台语的节目，邀请大家用咱的母语，做伙来了解精神医学、精神健康等等的即个主题。咱顶一回有简单讲到讲伫病院的精神科的治疗有诚侪选择，有小可甲大家解说。精神科有无共款的专业人员，甲有讲使用即个精神相关的药仔的原理。今仔日即回，我要甲大家介绍讲，甲食药仔共款重要。咱精神科有一个足特别的一种技术，叫做心理治疗。英语读做 psychotherapy。即个心理就是迄个心理师啊，即个心理学啊。内底心理即两字，毋知影大家听到心理治疗会想到啥物画面？我本人是想到讲，像咱看即种国外的电影，足侪人有一个医师坐伫椅仔边仔着倒一个患者，迄个患者倒伫遐目睭揢揢，咧讲伊的代志，迄个医师就会。听了着甲应讲吼，是，搁来问一寡感觉足有学问的话，然后着摕一个簿仔，毋知咧写啥。即种电影内底播的，确实是一款即个心理治疗的方式啦，毋过心理治疗其实有分足侪种，每一种咧做的方式小可无共款，毋是讲一定爱穿甲水水摕伫遐才会当做心理治疗。像讲，大家可能嘛有定定会听着人咧讲咨商，即款的，这其实嘛会当算一款的即个心理治疗啦，毋是完全共款，毋过迄个概念是差不多。像咱的即个政府伫前几个月就公布讲，咱即马2024年的8月到2025年的年底，拢有即个方案，会当互15岁至45岁的人会当免费做3届的即个心理的咨商。即个心理咨商就是嘛会当，你嘛通想做讲是某一款的即种心理治疗。对咱拢无接触过即个心理治疗的人来讲，应该会感觉即个概念足神秘的啦，就是讲到底是用啥物款的方式？咱想讲人甲人讲话，就有一种会当治疗病症的即款效果。咱伫病院拄着患者想要建议讲伊来做心理治疗嘛会定定听着患者讲惊讲第一就是伤了时间，无第二就是讲惊讲收费会足贵的，无有诶人就是烦恼讲，若像拢爱讲足侪代志，遮个代志讲了嘛无较蛇，我讲出来了敢着会好？安尼煞落来，我就会用我诶即个方法，慢慢甲大家解说讲即个心理治疗到底是啥物？伫咱台湾诶病院，还是讲诊所可能拢是安怎来做诶？安尼，咱就先来讲即个心理治疗诶定义啦。以定义来讲诶话，即款治疗诶方式，就是讲伊爱根据心理学诶原理，使用心理学诶技术，透过人甲人之间诶即个沟通，有达成即个治疗诶效果。这治疗效果是啥物呢？可能是改善一寡精神诶症头，还是讲改变一个人诶行为，还是讲增加即个人诶即个满足感。所以有个人嘛会甲心理治疗讲做一个talk therapy， 就是讲用讲话就会当做治疗，因为主要即个治疗诶过程，就是需要人甲人之间诶沟通，毋过爱用一寡心理学诶方法，才会当讲是正统诶心理治疗。其实心理治疗，虽然名是安尼号，毋过伊无限定讲一定爱心理师才会当来做。
咱顶回讲到精神科诶团队内底会有医师啊、护理师啊、心理师、职能诶治疗师、社工，咱伫治疗诶过程内底，只要有向患者咧沟通，拢加减仔会用到心理治疗诶技术，有诶若较有训练过诶即个专业人员，嘛是有才调讲来做较正式诶心理治疗。因为即种治疗，伊诶即个名号做治疗，表示讲伊这是一种医疗诶行为，爱注意这是一个医疗诶一部分，嘛是会受到即个医疗专业等等诶规定来管理安尼。所以这着项咱若单纯讲咨商是较无共款诶啦，当然咨商嘛是一门专业。毋过咨商通常是你讲健康诶一般人，逐个拄着困扰，拢会当去做。心理治疗诶即个词伊诶内底即个专业性着较强，较有即个治疗即个意思，就是较活即个医疗诶部分。所以像讲若是患者其实是有诊断诶，有破病，通常爱挖靠较正式诶心理治疗。治疗诶效果，像头前讲诶，可能会改善一寡精神诶症头，嘛有人来做是为着改变伊一寡行为，去追求一个较顺较快乐诶感觉，才来做治疗。毋过既然是一个治疗正式诶治疗法，咱就是嘛爱知影讲，嘛有可能有一寡副作用，毋是干那食药诶副作用，咱做别款诶治疗嘛有可能有副作用。心理治疗诶副作用，有时仔就是讲有一寡患者可能伊想着一寡代志，变倒伊诶暂时即个症头可能会变倒较严重啊、较艰苦啊，这其实嘛是有可能发生诶。咱若来看精神科有医师啊，也是有别诶专业人员，建议讲要来做即个正式诶心理治疗，通常就是讲会伫续来即个几礼拜诶时间内底，可能是逐礼拜一摆，还是2礼拜一摆，即个方式，一届大概拢是差不多1点钟左右，伫固定诶所在进行治疗。若是伫健保诶即个制度之下，治疗收费就会较俗啦逐间病院可能无啥共款，毋过健保若有斗出，就会算俗真济，可能着甲看门诊差不多诶价钱。毋过即个健保就是讲心理师其实无遐济，所以要做健保诶心理治疗，通常拢爱等诚久，甚至讲几啊个月。有诶人等到半冬一冬诶嘛有，所以大部分即摆你若讲要较伫较短诶时间内底会当做着心理治疗，通常拢是爱做自费诶治疗，嘛是逐个所在诶即个价钱行情无共款，毋过一般来讲就是一点钟可能爱1000外箍到2000箍，算是一个基本诶收费诶范围。嘛是有收费搁较贵诶，所以要做心理治疗，你若讲和咱顶回讲诶药仔比起来，其实较开钱，嘛较开时间。算讲要接受治疗诶人，嘛爱开袂少诶成本着对。其实要甲人做治疗，迄个治疗师治疗师可能是医师啊、心理师啊、社工啊、职能治疗师啊。护理师啊等等，迄个咧做治疗诶人，因本身嘛是介辛苦呢，毋是讲伫遐讲1点钟了，着准拄煞。因为即种治疗通常拢是爱接受足完整诶训练，咧治疗了，伊可能搁爱开一寡时间做记录。治疗师嘛通常有一个督导诶制度，就是讲即个治疗师爱找因诶先辈，来讨论讲。即个治疗进行了安怎？就无怪有人会讲，心理治疗是一个开足济钱甲时间，来找一个
专业人员来含你做伙，看即摆诶困难，要安怎解决，来看咱诶精神即摆发生啥物代志。这是一个诚无简单诶过程。详细来讲，心理治疗要安怎做？这讲起来方法其实非常非常诶济。即个无共诶，即个咱讲叫学派，因诶理论无啥相像，因诶做法嘛拢无啥相像。咱会当想讲，感觉咱若要收水，收水你有足侪无共诶姿势会当用嘛无共诶方法拢会当互你收到你要去诶所在。心理治疗嘛，小可先安尼，咱有足侪无共款诶做法，包括讲，即个有诶人是做个人诶，就是一个人甲一个治疗师，嘛有人是做家族治疗，就是规家伙仔，还是讲家族内几个人做伙来找一个治疗师治疗，嘛有迄种叫做团体治疗，就是讲大家甲可能是一群有类似诶即个问题诶人。大家做伙甲治疗师来做伙讨论，即款诶嘛有一款治疗诶效果。到底治疗要安怎来进行？通常拢是看即个治疗师伊诶专业啦，来判断讲，啥物款诶治疗方式较适合即个患者。即个时阵就会可能用到足侪无共款诶即种心理治疗诶技术。咱若讲无共派诶即个理论甲治疗方式，有时仔是差介济。比如咱讲一个郁症诶人来看病，伊来做治疗，伊诶治疗师是做即种认知行为治疗诶，咱个就叫做英语叫做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即款诶治疗就会去找讲患者伫认知上，伊一寡想法上诶即个错误，比如讲有诶人会感觉家己若是一件代志无做好，就表示伊规个人拢足无效诶。因为伫即个情形之下，伊心情就会特别无好，可能就因为心情无好去做一寡较无健康诶代志。认知行为治疗就是会请伊讲，伫即个情形之下，该先安怎调整家己诶即个情绪，互家己冷静落来。冷静落来了后，会当做一寡记录去分析讲为虾米伊安尼想，或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大家安尼想诶时阵，敢有讲一寡共通点，安尼以后若搁发生共款诶代志诶时阵，会当安怎来调整？患者可能就会爱差不多伫8至12摆左右诶时间，慢慢来做一寡练习。所以即款治疗嘛会讲治疗师就会出一寡功课，互患者来转去厝里练习。即款治疗法伫精神科是介普遍，嘛有证明讲有即个学术的研究，讲伊对足侪精神科的诊断，像郁卒，这就特别有效果。毋过有人共款是郁卒，可能伊的治疗师选择无共款的治疗方法，迄个治疗的过程就会差介济。比如讲有一款治疗方法叫做精神动力治疗，就是 psychodynamic therapy。即款的治疗方式就较无共款，伊毋是干若处理迄个现在的症头，伊有时仔会去探讨讲，即个患者甲边仔的人之间的即个关系，甲有讲伊过去的经验是安怎影响着伊即摆的表现。讲起来小可嘛是足神秘的感觉啦吼。毋过即款的治疗师的表现就会诚无共。治疗师会透过讲即个患者甲治疗师之间的即个沟通的情形，来做一个治疗的即个素材，利用现主时发生的代志做素材，一个好处就是会当互患者去思考讲，伊甲伊进前甲身边的人咧沟通咧来往的时阵，是毋是有即个共款的即种感觉，共款的情形会出现。举例来讲，比如讲今仔日即个患者，慢5分钟到，但是伊以前拢准时。若是咧做别款疗法的治疗师，就讲就较晚开始无要紧嘛。毋过伫即个精神动力疗法的即个
治疗内底，这著是一件爱讨论的代志。为虾米今仔日15分钟？为虾米之前拢袂15分钟？这15分钟是意思是啥物？即个患者有可能伊伫伊无发现的所在咧想啥？伊可能是足无想要来做治疗啊，还是讲伊其实对治疗师心内咧想起，但是伊无讲出来，就是用治疗中的即个经验来互患者较了解伊家己的情形。我伫遮讲的即两种认知行为治疗，甲即个精神动力治疗，你听起来就会知影讲因的治疗的原理差介济，毋过拢会有对即个物症有效果，而且嘛拢是靠人甲人之间的沟通的即个方式来达成即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因拢算是一款的心理治疗。我选即两款来讲，是因为因较有历史啦。毋过你若去查即个网络，你就会发现讲，心理治疗真正有百款的即个无共的理论，啥物辩证行为治疗啊、存在心理治疗啊、啥物后现代心理治疗，有足侪无共款的即个流派，是慢慢发展出来。通常即寡正统的流派，拢是有经过一寡科学的证据，像讲有研究，咧证明讲伊对可能某一款的诊断，还是某一款的症头较有效果，才会慢慢传出去。咱若讲统早即款会用讲话的方式做治疗，正式的变做正统医学的一部分，迄个开始的流派，一开始就叫做精神分析，这应该算讲诚有名的词，应该嘛袂少人有听过。英语就是 psychoanalysis。即种方法起头是20世纪初，一位足有名的即个神经精神的学者，就是弗伊德。英语是家己的名，读做 Sigmund Freud。咱伫华语定定会听到，甲翻译做弗洛伊德，即个学者。简单讲是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即个心理学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迄阵足侪迄种找无原因的患者，敢若去想讲因可能是叫做神经衰弱，伊处理诚侪即款的患者，就是透过即个讲话治疗的方式，去摕到一寡资料，加上伊个人的观察甲推论形成的理论，就当做即个精神分析的即个学问的基础，发表互伊的即个同事知影，慢慢就愈来愈侪人认同。虽然嘛有一寡伊的理论是较互人感觉无法度认同的，迄款的嘛是有啦。毋过伊伫迄个时代有伊真重要的发现。伊上重要的理论应该是讲，咱人的心智有一大部分是咱无法度去意识到伊着家己的动作的，就亲像咱平常时嘛袂去感觉到咱心跳即马心脏是跳偌紧，咱即马血压是称偌悬，这身体自然的调整。咱的心智的世界嘛是共一款道理，咱的心智的运作，毋是讲家己会当完全用意志去控制。弗伊德一开始甲即个咱人无法度意识到的即个运作的即个部分叫做潜意识，就是英语 subconscious。后来伊佫透过伊的观察，甲即个 subconscious 佫分甲佫较幼啦，咱像一个地图有个所在悬，有个所在低，有每一个部分有无共款的即个功能。其中的一款最重要的就是莫互你艰苦，所以因有一个叫做防卫机制 （defense mechanism）。这意思是讲，伊感觉人的心智会伫咱无发现的时阵，家己做一寡调整，是可能用无共款的方式，毋过目标拢是讲为了互咱较好过。像讲有的人拄着一件足无好的代志，但是事后伊完全想袂起来，咱像迄个代志就无伫伊的记忆内底。总体互伊伫迄个时代提出讲，甲人的即个心智足侪
以前人拢无想过的即个理论。毋过共一个时期，就是20世纪初期嘛，有足侪其他的学者，咧用类似的技术咧观察，也是讲治疗患者的。毋过因的理论，无一定甲霍伊德完全相共。像讲有一位叫做卡永，伊的名英语就真正是听做卡永，伊的华语名毋知为虾米互人翻译做荣格。另外有一位叫做阿勒的，伊的名英语读做 Alfred Adler， 就是咱华语会听到叫阿德勒即位。因三位会当讲是迄个时代即个代表性的人物啦。虽然讲因的理论无讲完全相像，毋过迄当阵的即种精神分析的风气，就是有一个共通的即种目标，就是会当甲一个人的即种症头，毋管是神经衰弱啊，或是啥物款的心智相关的症头，会当找到一个根源，会当找到伊有啥物会变安尼。就是有一个你伫甲分析落，你总是会找到问题迄个源头伫倒位即种感觉。就为迄个时代开始，即种讲话治疗、心理治疗就变做正式的即种科学的一部分。愈来愈侪人甲入来研究试无共款的办法，观察摕到较侪资料，所以就有无共款的理论甲治疗法会发展出来。比如头前有讲过即种认知行为治疗，可能就是较咧治疗一个人的症头，甲改善伊的行为，较袂去讲一定爱分析出伊的即个源头的症头的根源是啥物。一寡治疗师是认为讲，你只要互一个人满足伊的基本的需求，这治疗本身就有效果。像讲甲尊重啊，听伊讲话啊，莫甲陪伴啊，即款互人感觉有人甲支持的态度，治疗慢慢效果就会出来。所以有诚侪无共款的方法，甲一开始即个精神分析是差介济。毋过心理治疗总体是一个成本较悬的治疗方式，像讲较开时间、较开钱，阁有讲你若要研究确定讲伊敢有比别个办法搁较好，即个研究伊要控制足侪因素，嘛会相对来讲较无像药物遐单纯遐好做。所以到后来，咱讲1960、1970以后即个年代，药物的发展，甲有讲咱对脑神经的了解愈来愈济了后，这精神医学的主流的讨论就慢慢刷过生物学即方面的研究甲治疗，心理学甲心理治疗，就无像100年前有占遐悬的比例。毋过嘛是有缘介重要啦。像讲有一寡患者，你若是干那食药效果就无讲介好。若是爱靠心理治疗会较稳定。另外是讲现代嘛有袂少的即个研究会当证明讲某一个疗法是特别有效果的，还是会当证明讲，即个心理治疗毋是干那伫遐讲话尔，一寡治疗做了，咱人的脑部真正伫某几个部分的机能会有产生改变。说摆伫现代精神医学的即个观念内底，就像咱之前咧讲病的原因、病因的部分，有分做生物、心理、社会3方面的因素拢足重要。治疗嘛是共款，毋是讲干那食药控制伊生物方面的即个体质甲脑神经，心理治疗甲有讲伊的社会支持，共款拢足重要。以上咱即回心理治疗的介绍就到这，希望有互大家一个初步的了解。后回咱接着即寡治疗的介绍，我打算要来讲即个治疗中上基本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毋管你是请患者食药或是家己做心理的治疗，还是讲其实你即马咧陪伴恁厝内有人是咧看精神科的问题咧看病，这有一寡足基本的重点，爱把握，而且会
听你的话，好食药仔嘛，吼，才迄治疗才有效果。就是咱是安怎博感情，吼，才甲患者有一个较好诶治疗关系。最后，咱即个有较济即个专有诶即种名词，吼，因为伫台语诶即个世界也是词典，我可能找无较普遍诶讲法，吼，所以我就会先用我家己诶经验甲家己诶想法，吼，做一个翻译，吼，我毋敢讲这是统合诶翻译，吼，所以但是大家有啥物建议啊，还是讲你是即方面诶专家，吼，嘛会使互我一寡指教，吼，会当寄即个电子批互我，还是伫我诶迄个面册诶 fan page 留言，安尼拢会使。好，安尼即回感谢大家诶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